港人夠活嘅深圳店鋪，尤其是係呢幾家喺開放通關之前，其實已經就快執笠嘅邊緣㗎啦。冇諗到係要靠香港嘅顧客救翻山啊！第一家就係皇庭廣場，喺網上面嘅人話呢一個商場咧本來係好安靜嘅，但係而家生意真係好到爆啊！除咗食飯飲茶，連去個廁所都要排隊嘅。我夠膽講呢度10個人裏邊有11個都係香港人嚟㗎。第二家就係山姆超市，週末嘅山姆超市香港人嘅含量係達至200%嘅。每一次嚟到山姆，我都覺得雖然離開咗香港，但係又好似去咗另外一個香港咁喎。而且香港係有旅行社專屬開俾山姆嘅旅行團㗎，咁樣你應該知道山姆對於香港人嚟講吸引力有幾大呢？第三係蓮塘口岸啊，喺呢度無論係燒臘店、熟食或者係糕點店，都係人山人海㗎。香港人嘅消費力真係冇得輸啊！第四家係包師傅，港人北上4件套之一，每次見到排隊嘅基本上都係香港人，個個都話香港人救翻山啊！你哋又覺得好唔好食呢？不得不說，北上消費對我哋嘅香港人嚟講吸引力實在太大啦！面對喺呢一種情況，我哋嘅香港本地店鋪究竟應該點樣去面對呢？下集更精彩。